食個早餐，出發，離開廣西明士田園，前往貴州黃果樹。1公里後右轉，德天收費站，限速100，一路走高速，一路暢通，方圓幾公里都冇車。我哋去雞場或者貓翼啦。到達貴州黃果樹，經過7小時車程，到達黃果樹景區附近酒店。這酒店裝修不錯，藝術感強，景觀比較開揚，有個大草原。酒店房間不錯，還有私人溫泉，豐富早餐。食完早餐出發，前往滴水灘，30分鐘車程，經過一個村莊，很快就到。停車場比較人少，對面山瀑布水比較少。天雨路滑沒有下去，飛上去看看。灞陵河大橋在不遠處，現在前往灞陵河大橋，有興趣可以玩下世界最高蹦極跳，3000元跳一次。石頭寨，到附近石頭寨幹講。柴火雞，等食了，好香雞味，正。回酒店浸返個溫泉，明天去廣西桂林陽朔。